我哋係豬蛙聯盟，歡迎光臨。大家好啊！今日由我豬大人帶大家眼睛遊博覽啊！我同豬太太好彩搶到2張10月4號星期六嘅麥當勞50周年展嘅入場券，但係由10月1號到10月19號喺西九龍展出。由於反應非常之熱烈，門票一早已經售罄咗啦。準時4點半入場，我同豬太太都好興奮啊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入去睇下有啲咩睇先。一入到嚟呢個位，超級多人啊！所以我同豬太太就決定咗轉頭返嚟再喺呢度打卡影相，同埋知道主場館一定會好多人，第一時間入去睇。所以我同豬太太就決定行前少少，行樓梯上2樓睇咗其他嘅展覽館先。沿住樓梯一直上，原來都已經有好多麥當勞人物嘅壁畫睇啦。行條樓梯都唔怕悶啊！上到2樓，我哋一直行，終於嚟到呢個戶外區，搵到麥當勞叔叔啦。Hello， 咁多位麥當勞叔叔，你哋好啊！頭先仲落雨落到好似打風咁，而家真係天公造美啊！同麥當勞叔叔影完相打完卡之後，就嚟到呢個秘密空間，睇下有啲咩秘密先。首先第一位出場嘅佳麗就係小飛飛，跟住第2位出場嘅佳麗就係全身紫色滑嘟嘟先生啊！最後出場噔噔噔噔就係漢堡神偷啦！睇完咁精彩嘅影片之後，就行咗個對面，見冇咩人，就睇呢個 I Am Lovely 嘅期間限定店。正啊，冇咩人，真可以慢慢睇下啲周邊產品啊！呢把就係全紫色嘅滑嘟嘟縮骨遮，價值108蚊。呢個徽章套裝價值180蚊。呢個紅黑色嘅刺繡棒球外套價值880蚊。其實款式都唔錯，不過 size 就細咗少少。跟住就係呢啲別注版嘅 T 恤，原本對呢3隻公仔都好有興趣，不過已經售罄咗啦，唯有拍咗當買咗啦。睇完周邊產品行咗出嚟，2樓嘅位置仲有呢幅成長牆，展示咗滑嘟嘟、漢堡神偷同埋小飛飛嘅演變過程，好似佢哋嘅成長片段咁啊！我覺得最大變化就係小飛飛，大家睇咗覺得係唔係呢？真係可以話係女大18變啊！行完2樓，而家落返1樓，準備入主場館啊！大家跟住我穿過呢個時空隧道，準備返去1975年嘅銅鑼灣，睇返當年響銅鑼灣百德新街第一間麥當勞。哇！親眼見到真係好 amazing 啊！第一間麥當勞喺1975年1月26日星期日上午11點開幕，之後佢嘅營業時間係早上嘅10點到凌晨嘅12點。呢間位於銅鑼灣百德新街麥當勞第一間分店，係1975年麥當勞品牌進入香港市場嘅里程碑。當時麥當勞係代表咗一種新穎同埋時尚嘅生活方式。嗰個年代，香港人係可能係第一次接觸到漢堡包、薯條同埋奶昔嘅快餐店。對於嗰陣時嘅人嚟講，應該係好新奇啊！估唔到而家可以睇返當時嘅環境啊！跟住就嚟到呢個角落，呢度展示咗1975年麥當勞職員嘅職員制服，仲可以着住喺店裏面影相打卡啦。不過我相信當時嘅人都好瘦，我見都冇加大碼嘅制服啊。呢度除咗模仿當時1975年嘅麥當勞之外，仲有將當時麥當勞附近嘅文具鋪非常之舉世無遺咁樣複製咗出嚟，可以話做得非常之細緻，絕對冇揸流灘啊！除咗文具鋪，仲有呢間電器鋪，我覺得最厲害係模仿翻當時嘅電視機同埋風扇出嚟啊！
之後仲有呢間洋服鋪，以前好興嘅涼茶鋪，仲有呢間大藥房。行完百德新街，我哋就嚟到呢個霓虹燈牌隧道。穿越咗呢個霓虹燈牌隧道之後，就嚟到呢個展覽廳。呢度展示咗麥當勞咁多年嚟唔同產品嘅宣傳單張。我諗近年最 hit 嘅莫過於2021年同埋2022年麥當勞成 Mirror， 而呢一張係我當年最有印象嘅麥當勞餐紙，估唔到入到嚟可以見翻佢啊！跟住呢度仲展示咗歷來麥當勞推出過嘅玩具。想當年為咗呢幾隻 Hello Kitty， 我哋都唔知食咗幾多個麥當勞餐啊！呢幾隻可口可樂聯成麥當勞嘅可樂杯，如果係我嘅年代，我相信已經去咗換啦。呢幾隻變形嘅恐龍公仔，可以話係我同豬老大嘅共同回憶。不過響搬屋嘅時候已經抌晒啦，而家諗翻真係有啲可惜啊！見到呢個回憶牆，會幫你回憶翻麥當勞少少嘅冷知識，譬如呢個 Mr. 強，點解豬柳蛋會叫做豬柳強呢？係因為香港人打速成，好易將個蛋字變咗做個強字。坊間傳言麥當勞嘅茄汁係印有酸度，但係其實只不過係生產嘅編號。見到呢個蘋果樹，真係回憶滿滿啊！而家得返一間石圍角嘅分店有呢個蘋果樹咋。我哋喺入場嘅時候就揀咗呢兩張 postcard。另外每一位參觀者都會派一份呢個導賞手冊俾大家睇。我哋大概喺呢個展覽逗留咗1個鐘頭30分鐘，就向下一個目的地出發啦。行唔夠3分鐘就到咗故宮文化博物館啦。唔通我同朱太太夜遊故宮博物館？梗係唔係啦！我哋今晚嚟到故宮文化博物館嘅景隆軒，同屋企人食中秋團圓飯啊！屋企人預先包房訂咗2圍，圍菜嘅價錢同埋菜單會擺喺片尾，俾大家參考下。如果包咗房，4點半就可以交場俾你，仲有一張麻雀台，俾你喺食飯前嚟返個雀局啊！一入房就俾呢個準備入夜嘅維港夜景吸引咗啦，呢個亦係包房嘅重點啊！食飯前望下個菜單先，除咗個菜單有儀式感之外，估唔到連抹手嘅紙巾都咁有儀式感喎。第一道菜紅雲金豬全體上場啦！酒樓係以分餸嘅形式，乳豬外皮都算係脆嘅，而肉同皮嘅比例目測係1比1，尚算合格啦。第二道菜係雞中菌名醬智利螺片大蝦球，個蝦球同個大字好似有少少距離喎，而智利嚟嘅螺片同香港螺片好似又差唔多喎。而雞中菌就係呢碟餸嘅精髓啦，菌中之王真係名不虛傳啊！第三道菜古法扣溏心乾鮑配肉醬，食鮑魚梗係要用刀叉啦。呢個溏心鮑切落軟腍腍，可以話係全晚之冠啊！因為炆得又腍又入味，可以話係入口即溶。至於個鴨掌就炆得唔係好夠腍，唔係好夠入味啦。如果換轉做鵝掌可能會好啲啊！第四道菜手工麵包粒炸釀蟹鉗，蟹鉗新鮮上台，熱辣辣。而家隔住個芒都感受到啲熱氣啊！第五道菜羊肚菌響螺燉花膠，個燉湯熱辣辣，花膠一人一條圓碌碌，仲幾厚實，菌味十足。食完炸嘢濕下個口都唔錯嘅。第六道菜原木花菇配瑤柱泡，第一眼見到呢個瑤柱泡，同我認知好似有少少出入喎。瑤柱大大粒，好完整，不過就比較硬，唔係好啱食。
至於個原木花菇大大粒，都算入味。第7道菜清蒸大東星斑，我就分到呢個魚餃嘅位置，好啱我啊！識食一定係食魚餃啊，蒸到啱啱好，魚肉都幾鮮嫩。不過就係得薑絲，如果有迷蔥絲就好啦。但係朱太太就分到呢個魚肚位，可能因為豉油比較清淡同埋少嘅原因，食落就有少少腥味。第8道菜脆皮芝麻雞，呢個審訊芝麻嘅芝麻雞，個皮一啲都唔脆，仲油冧冧，雞冇雞味，好似有少少名不符實喎。第9道菜鳳凰黑豚肉炒香苗，第10道菜幸福山珍炆伊麵，伊麵個濕度啱啱好，唔會太鹹，鹹到適中。至於個炒飯，炒得非常之乾身，雖然食咗之前嗰8道菜已經飽飽地，因為都幾好食，所以我每樣都食咗一碗啊。第11道菜係甜品，野生雪蓮燉桃膠，甜度啱啱好，紅棗味十足，桃膠又大大粒，食完咁多道餸，滋潤一下喉嚨都唔錯啊。最後第12道菜官庭美點，其實係山楂糕同埋合桃酥，個合桃酥都整得幾鬆化喎，我仲食埋朱太太嗰份啊。屋企人就揀咗菜單3，每圍15888，零售加1服務費。我覺得酒樓有幾方面可以提升一下。第一，可以俾顧客預先揀選係咪以分送嘅形式進行，因為分送影響咗餸嘅熱度，有部分嘅菜分送之後已經熱度大減，分送嘅比例又唔係好均勻。第二，廚師可能對自己嘅餸菜好有信心，但係可能太過有自信嘅關係，除咗乳豬有乳豬醬之外，其他嘅餸菜都唔會有汁俾你點。釀蟹鉗可以配酸汁，芝麻雞可以配豉油。好多謝屋企人嘅安排，正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團團圓圓同屋企人食餐飯真係好滿足啊！同場加演，屋企人送上中秋節禮物，就係由上海陽澄湖直接送屋企，安坐家中都可以食到陽澄湖嘅大閘蟹啊！一盒有10隻，因為係9月嘅關係，所以全部都係蟹乸，每隻大概有4兩。收到一打開，啲大閘蟹仲口喐喐，腳硬硬，超級新鮮啊！事不宜遲，等我洗蟹先。首先剪咗個排，開住個水喉，用牙刷刷下啲毛毛、身體同埋腳。但係呢一批蟹非常之乾淨，係咁依刷兩下已經搞掂啦。洗完之後就冷水落鍋，水滾起計15分鐘，熄火焗3至5分鐘。呢個係店家推薦嘅蒸法，係仲要個套向上，避免蟹膏流走。25分鐘之後，大閘蟹新鮮出爐，急不及待要快啲拆嚟食啊！9月嘅蟹乸果然好多膏啊！一拍開，蟹膏滿滿啊！因為食開大閘蟹放題嘅桃園酒家，嗰年頭已經執咗笠，仲以為冇機會同大閘蟹一期一會，點知今年仲可以安坐家中享用大閘蟹，我同朱太太都喜出望外啊！要再次多謝屋企人嘅精心安排，今次真係每逢佳節重3斤啊！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鍾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鍾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！拜拜。